猶大書。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弟兄猶大，寫信給那被召在父神裏蒙愛，為耶穌基督保守的人，願憐恤、平安、慈愛多多的加給你們。親愛的弟兄啊，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，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，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，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，因為有些人偷着進來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罰的，是不虔誠的，將我們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，並且不認獨一的主宰，我們主耶穌基督。從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後來就把那些不信的滅絕了。這一切的事，你們雖然都知道，我卻仍要提醒你們。又有不守本位、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，主用鎖鏈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裏，等候大日的審判。又如所多瑪、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，也照他們一味的行淫，隨從逆性的情慾，就受永火的刑罰，作為鑑戒。這些作夢的人，也像他們污穢身體、輕慢主治的、毀謗在尊位的天使長米迦勒，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，尚且不敢用毀謗的話罪責他，只說主責備你吧。但這些人毀謗他們所不知道的，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，與那沒有靈性的畜類一樣，在這事上竟敗壞了自己。他們有禍了，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，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裏直奔，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。這樣的人，在你們的愛席上與你們同吃的時候，正是礁石。他們作牧人，只知餵養自己，無所懼怕，是沒有雨的雲彩，被風飄蕩，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，死而又死，連根被拔出來，是海裏的狂浪，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，是流蕩的星，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。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：看哪，主帶着他的千萬聖者降臨，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，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。這些人是私下議論、常發怨言的，隨從自己的情慾而行，口中說誇大的話，為得便宜諂媚人。親愛的弟兄啊，你們要紀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。他們曾對你們說過，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，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。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、屬乎血氣、沒有聖靈的人，
親愛的弟兄啊，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聖靈裏禱告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愛中，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，直到永生。有些人存疑心，你們要憐憫他們；有些人，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；有些人，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。連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，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，叫你們無瑕無疵，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。願榮耀、威嚴、能力、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他，從萬古以前並現今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